各位讀者，繼續同大家分享曾思漢老師嘅《被誤解的呼召》呢本書啊。之前講咗第一章嘅啦，咁每一章咧，佢後邊可能都有個附錄嘅。第一章嘅附錄咧就係關於咩咧？就關於拉斯沙拉、烏加列呢啲古代一啲好耐嘅國家啦，同舊約嘅聖經研究關係。同埋另一個附錄就係美索不達米亞同舊約聖經研究嘅關係。先講拉斯沙拉、烏加列與舊約聖經研究。上文提過拉斯沙拉，其實另一個名叫烏加列，又或者後來叫做敘利亞嘅發現呢，對創世記甚至舊約好大部分嘅研究影響深遠啊！對我哋一般信徒嚟講，我認為講明點解喺拉斯沙拉即係烏加列啦揾到嘅背景好重要，呢個好緊要嘅基本嘅認識有助我哋擴展對舊約嘅詮釋。由於呢項發現約喺主前1400年，我哋可以將佢定於摩西帶領以色列人進入迦南之前或者期間。而負責任嘅教育學者應該都會喺聖經講座或者神學院上教授呢個背景。好多受過恰當訓練嘅舊約博士其實都曾經喺古代嘅語文選修課程中修讀過烏加列文。烏加列文就係西北閃族以字母為基礎嘅語系最早出現嘅語文之一，而希伯來文亦都係屬於呢個語系。我哋要學習呢個語言，因為希伯來文依然蘊藏着佢哋所包含嘅一啲概念。有時候聖經作者會使用某個希伯來文詞彙攻擊其他語言蘊藏嘅宗教概念，有時一切只係巧合。除咗語言學上與希伯來文類同啊，烏加列亦都與擁有強大帝國延伸至小亞細亞嘅赫梯人關係密切。因此赫梯人喺亞伯拉罕嘅時代亦都係好重要嘅。佢被埋藏在之前由赫人所擁有嘅地裏邊。創世記25章嘅話，呢個唔會令人驚訝。事實上，亞伯拉罕從美索不達米亞入到去迦南，好可能經過烏加列，或者至少受過烏加列文化影響。當佢經過嘅時候，必定見到烏加列宏偉嘅皇宮，標誌着比佢嘅遊牧生活更為優越嘅文明。而佢自己亦都好可能會講呢一種嘅語言。當時從小亞細亞嘅赫梯帝國進入到迦南嘅胡里安人啊，會講一啲叫阿卡德語言，而亞伯蘭因而能夠同人溝通。烏加列龐大嘅經濟優勢係在於佢沿岸位置有利東西方嘅貿易。毫無疑問，烏加列嘅成功促使佢嘅語言同文化遍略各地，如同現代美國嘅意識形態同埋企業散播佢嘅文化，散播全球。而呢個有趣嘅文化混雜就令到烏加列成為咗西北黎凡特嘅文化中心。我哋發現咗至少呢度仲有4種語言用於商業貿易活動，將烏加列同北面嘅即係赫梯人同胡里安人，或者東面嘅阿卡德人同埋西面嘅塞浦路斯嘅米諾斯人呢3方連結起嚟，烏加列就好似現代嘅巴黎。亞伯拉罕目睹呢一切，而佢喺上述嘅呼召裏邊咁樣講，卻找緊咗去向佢啟示嗰種嘅信心。我哋所知道嘅迦南宗教資料，其實大部分就係嚟自烏加列文。筆者嘅士師記嘅著作《士師記的刻畫研究》，領袖女性與家庭的故事，基道2010年出版，亦都係有關於烏加列更詳盡嘅討論啦。但係我要喺呢度俾冇讀過呢本書嘅讀者一啲嘅重點。而有興趣知道更加多嘅點樣影響五經約書亞記同士師記詮釋嘅讀者，可以睇嗰本書。而基於烏加列嘅地理位置生殖能力就係佢哋宗教嘅核心主題。而位於烏加列上北部邊緣嘅薩芬山，亦都係對此貢獻不少啊。事實上，赫梯人就好熟悉呢一座山，因為北部呢座山就係迦南神明嘅屋企，尤其係巴力。呢座山嘅濕氣為下方嘅農田供應養分，亦都係巴力神話裏邊描繪巴力為暴風之神嘅原因。因為佢嘅風同埋雨孕育大地。而喺迦南宗教裏邊，除咗生殖能力係重要嘅主題之外，巴力亦都被視為一個主啊。因為呢個名字意思就係主啊，即係 Lord 啊，佢都係神聖嘅王，係敬拜者嘅審判官。巴力亦都係戰士，配上閃電海怪同海怪爭戰，佢多方面止住咗混亂，帶嚟豐收。就連喺俾呼召作鋪排嘅亞伯蘭生育主題上高，我哋都會見到耶和華同巴力之爭。呢場爭戰最終關乎嗰一位令人繁衍眾多、大得豐盛，係耶和華抑或係巴力？邊位先係主呢？與其將亞伯蘭嘅故事當作某種關於個人敬虔委身，不如將佢當作古代近東故事一部分嚟了解，咁仲好啦。第二個附錄，美索不達米亞同舊約聖經嘅研究。
我之前講過啊，認識美索不達米亞周遭嘅文明，對明白創世記嘅故事同埋以色列嘅歷史係好重要嘅。首先，阿卡德人喺北部居住，蘇美人就喺南部生活，兩者嘅語言都係屬於東部閃族語系，有別於西北部閃族語系。西北部就係希伯來文嗰個族啦，而阿卡德人同埋蘇美人嘅文化好相似，卻講唔同嘅語言喎。阿卡德嘅文字好可能源於蘇美語言，兩者關係就類似現代英語同拉丁語，有着類似嘅字母，但係截然不同嘅語言。而亞伯蘭好可能就兩種説話都會，對佢嘅旅程係好有用。事實上，源於埃及時期啊，之前或者之後，被稱為亞馬爾內文書呢一個嘅書信，就包含咗迦南同埃及之間嘅阿卡德語嘅記載嘅官方外交文件。而阿卡德語似乎唔單止係美索不達米亞地區嘅主要語言，甚至係喺迦南、埃及亦都係咁樣。喺嗰個時候，其實希伯來語言仲未出現，後來先漸漸演變成某種介於阿卡德語同埋某種迦南混合語言之間嘅一種語言。所以摩西撰寫最早期嘅創世記嘅時候，好可能亦都唔會講今日嘅希伯來語啦。我哋無法確定呢啲聖經人物最初講邊種語言啦。而創世記最後嘅編輯基本上就係要創作對話，用希伯來文轉譯咗亞伯蘭嘅經歷同佢講嘅説話。因此對於舊約學者嚟講，熟悉呢語言嘅運用知識就有幫助了解亞伯蘭講嘅説話同佢所身處嘅世界，呢個好重要啦。認識美索不達米亞嘅文化其實有助我哋去探索亞伯蘭嘅世界，呢個係一個奇異嘅世界，其宇宙觀同埋認識論跟我哋嘅完全唔同。亞伯蘭時代嘅人如果聽到上帝嘅聲音，佢哋嘅理解會跟現代讀者好唔一樣。譬如講，論到要使亞伯蘭嘅子孫好似天上嘅星咁多，亞伯蘭就會按住當時世界觀好普遍嘅一個星座觀嚟思考呢個意思。佢遇到嘅呢位全新嘅上帝，事實上指向數之不盡嘅繁星，星星一直令到古代近東好迷惑。不過呢位新嘅上帝似乎掌管繁星，並以此為一個隱喻，表示佢亦都掌管着亞伯蘭人嘅命運。所以透過認識亞伯蘭嘅世界，我就能夠同時明白佢嘅信心經驗同我哋相同以及唔同嘅地方。好，今日分享第一章嘅附錄到呢度，呢度短短嘅內容幫助大家，其實特別係對舊約嘅社會文化、語言啊各方面唔熟悉嘅弟兄姊妹咧，呢方面啊曾思翰老師咧呢個係好好嘅幫助啊！如果你喜歡我頻道，請你點讚訂閱啦，亦都可以推介俾有興趣嘅人。咁亦都提一提啦，我最近都用咗一個 AI 嘅功能啦，就喺 Google 裏邊嘅叫 Notebook LM 啊，大家可以用下，佢係好有用嘅一個工具。佢唔會亂吹嘅，基本上佢靠你提供嘅資料或者網上揾到嘅擺入去，然後咧就可以製成一啲片段、一啲聲音、文字嘅撮要或者係討論或者係可以對話嘅。咁我都製成咗啲介紹書籍嘅片啊，希望大家都有興趣都去睇下啦。但係最大嘅遺憾咧就係未有粵語，所以出嚟嘅片咧就係華語，即係所謂叫做國語或者普通話啦。咁但係我會加上字幕，希望都幫助到唔熟華語嘅弟兄姊妹都可以有興趣或者喺從中學到一啲嘢。多謝大家。